所以記住第一點，學識唔使覆。同個女仔明明傾完個 topic 㗎啦，哎呀，我仲想掠落去啊，我唔想咁快完，想繼續傾啊。其實最出事個位係當一個 topic 應該完你唔完，你就好容易講埋晒啲無謂嘢同廢話。你消化下呢句説話。因為本身個 topic 要講嘅已經講完啊嘛，你仲有咩講？再夾硬講咪係無謂嘢同廢話咯。除非對方咁啱對你一見鍾情，如果唔係，就會變成你單方面嘅低級追求，跟住你所做嘅嘢都會變得吃力不討好。聽唔聽得明個分別啊？同一件事，你一開始搞衰咗個頭，就會難好多。所以有啲人覺得溝女好難，有啲人就覺得溝女好易。其實溝女易定難，在於你點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條片講兩性關係嘅 message 技巧。喺一個學生當中，有3至4成都犯咗一個後果相當嚴重嘅低級錯誤。呢個錯雖然係 BB 班，但就有唔少人都賴嘢。而且你一旦犯咗呢個錯，係好難令到對方中意你，因為對方會即刻睇低你，知你唔識溝女，而且會認為你係一個實頭楷子。咁你覺得個女仔認為你係一個又實又楷嘅人，佢仲會唔會中意你？會。發夢嗰陣，喂，後果咁嚴重，大家睇下自己有冇呢個問題啦。呢個低級錯誤就係唔肯完結對話，貼地啲講三死唔斷氣，死講爛講，同埋死唔肯完。喂，呢啲友仔好乞人憎，同埋好惹人反感啊！佢哋好似唔知道對話係有完結嘅時候。我哋 message 傾偈，無論你講無聊嘢定係重要嘢，都有講完嘅時候，同唔同意啊？喂，咩同唔同意啊 Angus？ 一定係咁㗎，傾偈一定會完㗎啦。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咧，但有唔少友仔同個對象 message 傾偈，死都唔肯收聲，應該收聲，你唔收聲就收皮㗎啦。我舉個真實例子，大家就即刻明晒。A 男 message B 女，嘿，我尋晚食咗間韓國餐廳，間嘢裝修到好似去咗韓國咁，同埋個海鮮鍋好好食啊！跟住就例牌 send 2張相俾佢嘆啦。咁啊 B 女過咗一陣覆咯喎，裝修幾特別喎，個海鮮鍋好似好好食。A 男就食住個勢講啦，你邊日得閒啊？我同你去食啊。B 女就話我睇下下個星期邊日得再覆你啊。A 男答好啊，去到呢度冇乜嘢啊，但呢個時候 A 男就會問我 Angus B 女冇覆啊，喂大佬仲要覆乜鬼嘢啫？個話題未講完咯，喺個完咗嘅話題度繼續轉落去，呢啲就叫死啦！大家溝女記住呢句，應該完你唔完你就玩完㗎啦。其實死女係一種令人好討厭反感嘅行為，你喺度掠條女會覺得你份人好煩，你再掠多下條女就知道你係一個神頭，你繼續掠落去條女就覺得你連正常社交溝通都唔識嘅奇離怪。嗱，我拍片成日都講，無論你係溝女定溝仔，對方一覺得你係奇離怪，一定溝唔到㗎啦。我用翻頭先個例子示範埋死掠係點乞人憎法。頭先個 message 最後講到 B 女話：我睇下下星期邊日得再覆你。A 男答：好啊。呢個話題嚟到呢度應該完，死女就會開始講埋晒啲廢話，例如呢句：等你覆我。嗱，淨係呢下對方已經 feel 到你係好厭悶嗰班，條女可能出於禮貌都會應佢 OK 或者 emoji 作為最後回應。當然有啲女已經唔會應你。當大家以為已經講完冇咩好講啦啩， A 男打破你嘅認知，再掠多句，期待同你去食韓國餐廳。嗱，我真係有學生係咁，呢個係真實例子嚟嘅。大家話咁煩咁厭悶 ，B 女點會唔當 A 男係一個實頭呢？去到呢個位，條女已經唔會再覆。我呢個學生走嚟問我 Angus B 女冇覆啊！我之前已經教過佢 message 技巧，所以我一嘢就白埋去問佢，仲要覆乜鬼嘢啊？你答我，如果你係條女，你仲會覆咩？我會逼佢答我，我就係要去用腦諗，因為咁樣先令佢真正明白，係喎，真係冇嘢好覆喎，要講嘅都講晒啦。我要佢明白個對話係要完。當大家以為一切都完晒，呢個時候 A 男會整多個 emoji 俾對方嘆，先肯收手。各位網友，你哋唔好以為喺度講笑，我真係有3、4成學生都有呢啲問題。喂，大佬你咁樣掠法，個女仔點會唔覺得你又實又煩又騎呢咧？其實真係好鬼討厭㗎，對方連朋友都唔想同你做啊，仲想溝人。
應該完結你唔完結呢啲叫死女，即係呢套係咪失傳咗好耐嘅死女溝女法啊？喂，呢啲 BB 班程度嘅錯真係要改啊！咁點改？要唔再犯呢個錯好簡單，你記住兩樣嘢。第一，學識乜嘢係唔使覆；第二，知道咩叫完結句。好似頭先個例子，你想約個女仔去韓國餐廳食飯，人哋咪話睇下下星期邊日得再覆你咯。你又答咗好啊，咁咪講完咯，仲要覆乜鬼嘢啫？所以記住第一點，學識唔使覆。同個女仔明明傾完個 topic 㗎啦，哎呀，我仲想掠落去啊，我唔想咁快完，想繼續傾啊。即刻撳住自己。而第二點，知道咩係完結句，例如傾緊一樣嘢，當出現 thank you、唔該晒或者 emoji，絕大多數情況呢啲就係完結句。我有個學生好中意喺呢啲完結句度轉，成日諗埋晒啲廢話，問我咁覆好冇？例如人哋講 thank you，佢就覆唔使客氣；人哋覆個 emoji 作為完結句，佢又覆個 emoji，好煩、好厭悶、好契弟啊！所以你一定要識得分咩係唔需要覆嘅完結句，例如到時見呢個就係完結句。一啲好厭悶嘅煩交，對方 send 完呢啲完結句，人哋都擺低部電話行咗去啦。呢啲契弟實仲喺度諗啊，覆咩好呢？ Angus 點解知？因為我有一部分學生成日喺已經完結嘅對話度，成日問我覆咩好呢？你即管諗啦，你覆多幾次廢話，條女就頂你唔順㗎啦。我解釋下點解呢班友仔咁唔識做人，死都唔肯斷氣，係因為小朋友行為模式。你中意對方，梗係唔想完結嘅對話，想無限咁繼續傾落去，係咪？其實最出事個位係當一個 topic 應該完你唔完，你就好容易講埋晒啲無謂嘢同廢話。你消化下呢句説話，因為本身個 topic 要講嘅已經講完啊嘛，你仲有咩講？再夾硬講咪係無謂嘢同廢話咯，好似小朋友想食糖咁，佢見到糖就伸手攞，因為佢想食，唔理咩場合，唔理有咩人喺度，伸手就攞。小朋友行為模式，一般嘅情況下，大家都唔覺有咩問題，因為佢係小朋友，但你係大人嚟㗎，老友。如果你真係好想同佢繼續傾，正確嘅做法係轉話題啦。但係唔該你個話題唔好太無聊，同埋要知道轉話題唔係不斷轉無限傾，記得都有對話完結時，而且最好係你主動完結嘅對話。所以如果你想溝到女，最起碼你要戒咗小朋友行為模式，因為小朋友行為模式係等於你親口講你嘅意圖俾對方知，即係你想溝人啊，除非對方咁啱對你一見鍾情，如果唔係，就會變成你單方面嘅低級追求，跟住你所做嘅嘢都會變得吃力不討好。聽唔聽得明個分別啊？同一件事，你一開始搞衰咗個頭，就會難好多。所以有啲人覺得溝女好難，有啲人就覺得溝女好易。其實溝女易定難，在於你點行。呢條片個 like 嘅話，你有啲 friend 都成日溝唔到女，share 我呢條片俾佢睇，你幫到佢㗎，好嘛？我哋下條片見，拜。